这首歌也是一个类似这舞曲嘛，恰恰。但是你的唱法不像是在唱这样子的歌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你是在唱抒情歌的感觉，因为你比较你的唱法是比较属于比较悲的那一种，你会用很多的这种那种就哭腔那一种东西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你在唱这样的歌其实不是那么适合。好，如果说你是在唱那种比较抒情的、比较悲一点的歌，也许可以，但是又不要太过头，有时候悲太多就觉得有点 over， 有点做作的时候。那个就不是那么自然，所以这样的歌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去用另外一种态度去唱，就像《塞贝提亚》这样的一个快歌，它的态度，我想刚刚也看到，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。所以你之后要再找这样的歌唱的时候的态度就很重要，不然的话就宁愿再选一点比较悲苦的歌，好，给你一点建议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小蔡，老师好。小蔡，你唱这个歌表情非常严肃。好，那当然它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歌啦，哈，但是这样子表现方式，因为它是一个恰恰给他感觉应该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是，好，所以你稍微严肃了一点，但我没有办法说你这首歌哪里唱的不好，可是我也说不出来这首歌哪里觉得因为唱歌其实是这样，要让我们听歌的人觉得很享受，是，好，那感觉上你今天自己没有非常享受这个歌。所以你要去拿捏一下，要么你就专攻抒情歌，如果要唱这样子的中快板的歌曲，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表达的方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